家里家还都个也叫哦，都个也叫哦，叫什么个几下叫哎？我还可以头个鸟几下。工作那个工作了这，工作干哈了？我知道能，干就干，想个谁干哈了？我知道还能用来，我这还不知道还能用来，但光毛个地上了，我就说我知道还能用来。几毛就落一个几下就干。呀，哎呀，这看了，这看了，但是我就说我知道大光毛个地上了，给他再把我给其他的过来，让回去，我知道还能用来，大光毛个地上了，家里家带了光。下来就带了个，我们参几个，我是参教，带了，刚才还个当饺子了，饺子带了，头就过来个嘛个地上来买，就那漂亮饺子哈，家里就还个看过。你肚子那肚子难啊！你多吃的。还咋还说？还骗人家子哈！那个不要多的，那个么多啊！你这就有点放屁了。那多那多那么多。先拿么哈等我啊，我先拿哈肚子么哈等我。还有先拿哈姑娘，他人那天么现在这个还在这边，现在哪有现在那不能哪都留在上面，还在地上啊！我那个小小的那个谁都不下，那个谁都不下。不想你怎么这样心情？呀，我有什么良心？我有什么良心？我那快点，马上走吧，快点，走，马上走吧，我他的走吧，马上还有这种，我他的走吧，我知道，他的走吧，马上他的走吧，我知道这多少钱？马上他的走吧，马上他的走吧，你怎么你怎么他们都过来？为什么到这个弯道？还能走？我到这，到了，我到这，我咋干么？我咋干么？现在把你想个想，现在把你想个想，马上他们走吧。马上他们走光，马上他们走光，马上他们走光，来的，来的，来的。我这个没他没补啊，哎，中国赔钱了吧？不然快点倒吧，40万。哎，我想他掏钱干啥？掏我手呢了，干子掏我手的，倒吧，现在把口都倒，一会儿再倒，马上他们倒。他到差不多是，你做哪还不？你到啥不做？我多做3个人。还有他们多光，刚管我怎么说？他我说多做3个人。那他这还谈个呀？啊？那他这还谈个呀？你要个头几个当时帮改机是吧？这个臭。我在这里，我在杭州，我在等你们，哎，到休息了。到干嘛回家？到，马上走过，马上走过。到我干嘛回家？到，马上走过，等着我走，马上走过，马上走过。马上走过。我想要掏我手啊！我是在掏高，谁掏高？马上走过。我想带，马上走过。多的，把拿来这次公公抽啊！当官难了，掏的没完了我。他当官难了啦！妈妈看个叫背个笼子找没？我还想要看个中背个这道笼子啊！我还想了。要看个中背个这道笼子啊！他知道这个么活了不多了嘛？这农子我知道个多工。还有个农场这个跟这个多我这上台的。个多工。刚这个啥子开销？这多知道是哪保险是保这个？你看这个多嘛？要个黑看嘛那个多工，要多嘛？我的猫那个黑看个多工，对。知道吗？那黑看个多工。这边没好钱啦。我也好钱了，还是个好钱，还是个好钱。好钱啦。多工，这多工，把它先吃饱了，多工。好钱啦。我做啥子了？现在把炒我做了，我做啥子都弄了。多了，我做啥子都弄，现在发茶，我做啥子都弄，多了。啊，他知道了，要给搞个胡茶做不多么钱了，把薪资包多一个晒上了。要这两刀子，薪资包这个香的。要这两刀子，薪资包现在发要我怎么喊？要个包了，没我讲我糊了啦。都弄到住了，那个弄到住，那个弄到住了。我还讲，我还讲。我不能讲他个，我只会讲他个。我怎么？马哈个都能唱，对。马哈个都能唱，你还看？这热的晒，这都
但是不懂啊。这个啥？干丢他是丢啥？丢，就对了，成了了。我特别好吃吗？不这样，现在做的是靠师傅做啥了？现在做的是靠师傅做啥了？不这样，现在做的那关键就是一个不这样，不就做的错误嘞？厉害！厉害人的主不叫。你咋啦？没啦，到现在啊，没到上过好家，好吃好，我那好啊。